台南市议会定期会4号上午，有着民政教育部门的业务报告甲质询。在体育方面，议员蔡小伟提出增设性别友善的运动场所。议员认为，因为运动的强度甲节奏男女无同，因此建议体育局会用透过标语或者是色彩来分别，提升性别友善的空间。对此，体育局长回应。目前有咧规划，预计1个月内会有结果。女性之类的也会有他们自己所谓的团体的一个比赛，往往因为人数比较少，所以也就比较吃亏啦。那我还是希望可以主张来争取是不是可以在我们原本有的场域上面有特别的性别友善的一个运动场域。上个礼拜我就去到永华运动中心的篮球场去看，那左边的那一块厕所旁边那一块那一块的场地，我就把它规划成友善的运动场，也就是针对女性的篮球爱好者去那边运动的时候用。那所以呢，我在这几天台风的时候我也去看了，要把那个篮架重新做调整，也就是因为高度不一样嘛，篮板篮架的高度不一样，所以我把那边就是做整体的这个做然后作为友善的这个篮球场专用的场地。是。那如果没有女性在打的时候，那当然是男性可以进去打。那如果是有女性在打，一定要由他们来优先来做。除了增设性别友善的运动场所，另外伫学生出国比赛的补助，因为体育局去年才编85万，到今年7月就增进用完。不但伫今年的帕运出国比赛无经费，而且帕运的奖金除了桃园无编奖金以外，5岛内面排名上尾。议员嘛希望体育局会用加编预算。对此，体育局嘛回应，每年会增加国际体育交流的经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